你有冇發現近排喺首爾嘅弘大、建大，甚至江南嘅高級商場入面出現咗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嗰啲一輩子食辣，覺得自己嘅辛辣麵同地獄辣炒雞先係世界第一嘅韓國年輕人，居然開始喺深宵時分為咗一碗台灣麻辣鴨血湯排隊。佢哋夾起嗰塊黑亮滑捋捋好似布丁一樣嘅麻血，放入口之後個表情居然係投降。佢哋唔係輸俾辣，佢哋係輸俾一種從未體驗過嘅味覺維度，一種叫做麻嘅神經麻痹感。呢個就係台灣街頭小吃再一次征服海外嘅真實故事，唔係靠廣告，唔係靠網紅，係靠一個連韓國人都未見過嘅食材，同埋一組佢哋原始陌生嘅香料密碼，將首爾嘅宵夜文化悄悄地改寫咗。如果你都想知道台灣呢啲喺街角最平凡嘅庶民小吃，到底係帶住咩嘢食材物理學同香料調配技術，喺海外賽道上完成一次又一次不可思議嘅美味逆潮？請你而家立刻點擊訂閱，仲要打開埋個小鈴鐺。相信我，只要錯過一期，你可能就再也揾唔到咁敢講真話、唔灌水有深度，兼且100%考證嘅美食歷史解釋。你而家唔訂閱，等陣碌走咗。呢啲可以幫你喺朋友面前長知識，喺餐台上面講古仔嘅內容，就永遠同你擦身而過。撳個掣就係咁簡單，你嘅手指公而家喺個屏幕上面，一個訂閱嘅動作可以令你往後每一期嘅硬核內容都第一時間收到，唔會再因為演算法嘅隨機推送而錯過任何一期精彩嘅深度解釋。好，我哋正式開始。先講一個韓國人自己都未必知道嘅事實：韓國人食辣係一個極致嘅傳統，由泡菜到辣炒年糕，由魚糕湯上面嗰一匙辣椒粉到極限辣雞麵。韓國人嘅辣係由紅辣椒粉同辣椒醬主導嘅辣椒酥攻擊。呢種辣係一種直接嘅灼熱感，係一種令喉嚨同腸胃都感到痛楚嘅物理衝擊。你食完之後會出汗，會流眼淚，會覺得成個喉腔都喺度燃燒。呢種感覺韓國人稱之為微辣，佢係一種直線嘅冇轉折嘅純粹嘅動作。韓國人對呢種動作有一種近乎自虐嘅崇拜，佢哋認為頂得住越辣嘅食物，就代表你越有魂性，越有男子氣概。呢種文化催生咗極限辣雞麵，呢種挑戰人類乜極限嘅產品，亦都令韓國成為全亞洲最愛食辣嘅國家之一。但呢種辣有一個致命嘅盲區，佢冇麻。台灣麻辣肉嘅靈魂係花椒，花椒入面有一種叫做山椒素嘅物質，佢作用嘅唔係你嘅痛覺神經，而係你舌尖嘅觸覺神經佢帶嚟嘅，係一種好似低壓電流咁嘅麻痹感，一種令你嘴唇微微露頭、舌尖跳舞嘅奇妙體驗。呢種麻係韓國料理幾千年歷史入面從未出現過嘅味覺維度。韓國嘅傳統食譜入面從來冇花椒呢種成分，佢哋唔識得麻，唔識得處理麻，更加唔識得欣賞麻。所以當韓國年輕人第一啖飲落台灣麻辣湯底嘅時候，佢哋嘅大腦係短暫空白嘅，佢哋唔知點樣分類呢種感覺，佢哋只知道呢個味道好上癮，好想再飲多啖啊！台灣麻辣湯底嘅厲害之處唔止花椒，佢嘅辣係一種圓潤嘅有厚度嘅醇香。台灣師傅用牛骨、牛油、慢牛，加入草果、甘草、肉桂、小茴香等中藥材，配合炒過嘅豆瓣醬，呢種湯底將辛辣轉化為溫和，將刺激轉化為層次。你飲完之後，後嚟會有一種回甘，而唔係韓國辣嗰種灼燒感。呢種舌尖發麻後你回甘嘅體驗，徹底顛覆咗韓國人對辣嘅定義。佢哋發現原來食辣可以咁優雅，原來食辣可以咁舒服，原來食辣之後唔使飲2公升水去解渴，原來食辣可以有一種餘韻喺你嘅喉嚨入面停留好耐好耐，嗰種感覺係溫暖嘅，係療癒嘅，係令人想一飲再飲嘅。我同你講一個真實數據，你就可以知道呢股台灣麻辣熱潮喺韓國有幾勁。韓國本土有一間叫索林麻辣嘅連鎖品牌，將中國麻辣燙改成韓國版本，3年內開咗200間分店，但韓國人自己嘅版本仍然係用韓國辣醬同韓國年糕。佢哋模仿到個型，模仿唔到手神，真正令韓國人瘋狂嘅，始終係台灣原裝進口嘅麻辣蘿蔔品牌鼎王麻辣路伯，近年頻繁出現喺大型演唱會後台，為韓星及其團隊提供餐飲服務，已經成為韓星落台必踢嘅麻辣路伯代表。Super Junior 嘅始源甚至會提前1日飛過嚟台灣，就為咗食一餐鼎王，仲要喺 IG 出限時動態話等我鼎王。佢唔係嚟開演唱會，佢係嚟食鴨血。呢個唔係廣告效果，呢個係一個食過台灣麻辣蘿蔔之後就翻唔到轉頭嘅真實案例。一個韓國頂級偶像願意為咗一碗麻辣鴨血湯而改變自己嘅行程。你話
呢個味道嘅影響力有幾大？講到鴨血，呢個就係台灣美食征服首爾嘅第二把利器。韓國本身有食牛血湯嘅傳統，叫宋之格。宋之谷係一道傳統嘅醒酒湯。韓國人飲酒文化極盛，幾乎每星期都有幾晚要同同事朋友飲到爛醉。第一起身，成個人都散晒。呢個時候，佢哋就需要一碗熱辣辣嘅牛血湯去解酒。牛血湯喺韓國歷史悠久，係一種平民嘅粗疏嘅充滿街頭氣息嘅食物。但韓國嘅牛血係用大火煮沸嘅，煮出嚟嘅血塊內部充滿氣孔，口感粗糙，容易碎裂。而且因為冇經過長時間嘅藥酸炒製，往往帶有一股濃郁嘅鐵桶味。好多韓國年輕人其實係抗拒嘅，佢哋覺得食牛血好似食緊一塊新陳嘅海綿，又硬又腥，只係為咗解酒先至頂硬上。但台灣鴨血係另一個維度嘅存在。台灣鴨血嘅製作工藝係一種低溫浸熟嘅技術，師傅絕對唔會用大火去滾鴨血，而係將新鮮嘅鴨血放入大約85度嘅中藥老湯入面，慢火低溫浸熟。呢個過程確保好咗鴨血喺內部冇一絲氣孔，質地滑嫩到好似日式雞蛋豆腐，甚至好似布丁一樣。當你咬落去嘅時候，鴨血會喺你嘴入面爆汁，嗰種滑溜，嗰種彈性，嗰種吸飽湯汁之後嘅濃郁，係韓國牛血完全無法比擬嘅。你唔需要用力咬，佢會喺你嘅舌尖上面輕輕化開，然後將湯汁嘅精華釋放晒出嚟。呢種口感對於習慣咗粗糙牛血嘅韓國人嚟講，係一種味覺上嘅降維打擊。EXO 嘅主唱都驚受，第一次嚟台灣食火鍋，見到鴨血，佢完全唔知呢樣係咩嘢。佢試咗一啖之後，喺演唱會上面用韓文同粉絲講：我昨天有弄死火臘貝，真的太好吃了。我昨天吃火臘貝的時候，有吃到一些生平沒吃過的食材，就是狗血，太好吃，太驚味了。昨天的肉大概吃了5六把盒，鴨血也吃了超多。呢個韓國頂級偶像食到鴨血之後嘅反應係太驚。佢驚畏嘅係點解呢個世界上有啲咁樣嘅食材，點解韓國從來冇出現過？佢驚訝嘅係點解一個咁簡單嘅食材可以做到咁嘅質地？佢驚訝嘅係點解佢活咗咁多年，從來唔知道自己錯過咗啲咁好味嘅嘢？呢個太驚訝，就係台灣美食最想要嘅反應。佢代表住一個全新嘅味覺領域被打開咗，代表住一個首爾沙嘅忠誠被建立咗。你知唔知台灣鴨血為咗做到呢種質地，背後係一套幾嚴謹嘅產業鏈？雞血嘅生產製造過程，從等待屠宰嘅雞格進入屠宰場放血開始，到收集血液運輸、血液至加工廠送進水血製成切製備，全程要維持7度以下嘅低溫保鮮。呢套冷鏈管理嘅嚴格程度，甚至比收集生魚嘅集魚車設定溫度仲要低。台灣鴨血產業經歷過食安風暴之後痛定思痛，建立咗符合食品等級嘅禽血收集設備。從源頭到加工全面提升食品衛生，最終成功外銷日本、香港，連要求極嚴格嘅日本市場都檢驗過關放行進口。你今日喺首爾食到嗰塊布丁鴨血，背後係台灣人用血淚換嚟嘅產業升級，唔係運氣，唔係巧合，係一次又一次嘅失敗檢討改正，先至有今日呢塊令韓國人驚訝嘅鴨血。呢個就係台灣美食最可怕嘅地方，佢唔會去迎合當地嘅口味，唔會將麻辣湯底改成泡菜湯，唔會將鴨血改成牛血，佢就係用最正宗嘅花椒、最正宗嘅低溫浸熟工藝，直接將自己嘅標準變成當地嘅標準。你韓國人覺得自己食辣好叻，我俾你試下咩叫麻；你韓國人覺得牛血湯好傳統，我俾你試下咩叫布丁鴨血。結果就係首爾嘅年輕人開始為咗呢碗台灣鴨血湯排隊，開始將佢當成最新嘅深夜慰藉，開始喺社交媒體上面分享佢哋食到鴨血嗰種滑溜嘅驚喜。佢哋會影相打卡寫長文，話俾朋友知呢個味道有幾特別，有幾值得排隊。呢種由下而上、由燒香沙主動擴散嘅傳播，係任何廣告都買唔到嘅。首爾呢個城市節奏極快，壓力極大，年輕人喺弘大延南洞或者建大入口嘅深夜排隊等一碗台灣麻辣鴨血湯。佢哋追求嘅唔單止係食物，而係一種精神上嘅解脫，一種叫做해장解場，即係解酒宵夜嘅儀式感。台灣鴨血湯嘅溫和與暖胃，飲完之後，後嚟嗰種彈牙嘅回甘，令佢哋覺得自己嘅脾胃被挪位咗。喺一個充滿競爭、充滿壓力嘅城市入面，能夠喺深夜時分揾到一個溫暖嘅角落，食一碗令你覺得被善待嘅湯，呢種情感連結係任何營銷策略都無法複製嘅。台灣嘅麻辣辣品牌喺韓國嘅擴張速度，其實係一個好清晰嘅信號。冇魯魯同鼎王呢啲品牌，唔係淨係開一間鋪頭試下水溫，
而係有計劃咁進入韓國市場，並且喺觀光圈同核心商業區躍站陣腳。佢哋嘅成功唔係因為價錢平，事實上台灣麻辣滷伯喺韓國定位係中高價位，比當地嘅火鍋店貴一大截。但韓國人願意俾呢個價錢，因為佢哋覺得值。佢哋覺得自己食到嘅唔單止係食物，而係一種文化體驗，一種來自台灣嘅獨特味道。呢種價值認同係台灣美食最寶貴嘅資產。你再諗下，台灣大雞排喺倫敦站穩陣腳，珍珠奶茶喺美國棒球場大賣，台灣鴨血喺首爾征服韓國人嘅胃。呢啲事背後嘅邏輯係一模一樣嘅，唔係靠政治宣傳，唔係靠外交手段，係靠一包雞排、一杯珍奶、一塊鴨血，將台灣嘅存在感嵌進咗別人每日生活嘅日常入面。你令一個首爾年輕人食咗台灣鴨血，佢就永遠記得台灣有呢個嘢。佢同朋友講，帶朋友嚟食，佢朋友再帶佢朋友嚟。呢個記憶係擴散嘅，係有生命嘅，係廣告同新聞報道複製唔到嘅真實傳播。呢種傳播比起任何官方嘅文化推廣活動都更加有效，因為佢係基於真實嘅味覺體驗，係基於人類最原始嘅快樂。你諗下，一個韓國年輕人，佢可能從來未去過台灣，佢對台灣嘅認識可能淨係來自新聞同電視劇，但當佢食過一啖台灣鴨血之後，佢對台灣嘅印象就從一個模糊嘅地理名詞變成一個具體嘅味覺記憶。佢會記得嗰種麻、嗰種滑、嗰種溫暖。將來如果有人同佢提起台灣，佢腦海入面浮現嘅第一個畫面，可能就係嗰碗喺黃大深夜食過嘅麻辣鴨血湯。呢種連結比起任何嘅外交宣傳都更加深刻，更加持久。我見過太多人去完旅行翻嚟，對當地嘅歷史文化可能冇咩印象，但對食過嘅嘢就記得好清楚。因為味覺係人類最古老、最直接嘅記憶方式。你嘅大腦可能唔記得一個歷史事件嘅年份，但你一定記得細個嗰陣阿媽煮嘅一碗麵嘅味道。呢種記憶嘅力量就係台灣美食喺海外征戰嘅最大武器。佢唔需要文字，唔需要語，只需要一塊鴨血、一碗湯，就可以將一個文化嘅精髓直接傳遞俾一個完全陌生嘅人。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個深度解釋對你有啟發，甚至令你重新思考咗台灣美食嘅文化力量，請你務必幫手做3件事。第一，點擊訂閱，打開小樓燈。呢個頻道每個星期都會用呢種方式為你拆解台灣美食喺海外嘅征戰故事，每一期都係100語考證嘅真實歷史。你訂閱咗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期精彩嘅內容。第二，將呢條片分享俾你身邊中意食麻辣蘿蔔、中意去韓國或者成日覺得台灣有冇乜特別嘅朋友。呢個分享可能就係佢重新認識台灣美食嘅起點，可能就係佢下次去韓國嘅時候會特登去揾一碗台灣血湯嚟試嘅契機。第三，喺留言區寫低你最愛嘅麻辣配料，係鴨血、係油條、係老油條、係科學麵定係凍豆腐。你嘅留言會成為其他觀眾嘅參考，亦都會成為我之後製作內容嘅靈感。我哋一齊喺留言區過一座全世界最嘅台灣火鍋店。你可能會問，咁台灣下一個征服海外嘅美食會係咩？係牛肉麵、係臭豆腐、係卡包，定係某一樣我哋平時覺得好普通，但喺外國人眼中係全新體驗嘅食物？呢個問題冇人知答案，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係只要台灣嘅廚師同裝餾者繼續保持呢種對工藝嘅堅持、對傳統嘅尊重、對品質嘅不妥，台灣美食就一定會繼續喺世界嘅各個角落，一次又一次咁完成令人驚靚嘅逆襲。佢哋會繼續用最真誠嘅味道去改寫一個又一個國家嘅飲食文化，去建立一個又一個跨越語言同國界嘅美國連結美食，從來都係最溫柔嘅文化輸出。佢唔會大聲宣示主權，但佢會喺你嘅味蕾上面悄悄寫下一個永遠唔會忘記嘅名字。台灣鴨血征服首爾，只係呢個偉大故事嘅其中一章。呢個故事嘅下一章可能喺東京，可能喺紐約，可能喺巴黎，可能喺任何一個有人願意為咗一碗好味嘅湯而排隊嘅城市。而每一個新嘅章節都會令更多嘅人認識台灣，記住台灣，愛上台灣。如果你仲未訂閱，而家就撳落個掣。你嘅訂閱唔單止係支持我哋繼續製作呢啲深度內容，更加係支持台灣美食嘅故事可以被更多人知道。你每一次嘅分享，每一個嘅留言，每一個嘅讚好，都係幫助呢啲故事傳得更遠，傳得更廣。我哋唔係喺度賣廣告，我哋係喺度記錄歷史，記錄台灣嘅庶民智慧點樣一步一步咁改變世界。我哋下期再見，一齊飲啖茶，傾下心事。記住，你嘅生活好貴，
唔好將時間浪費喺冇營養嘅內容上面，選擇有深度嘅內容，選擇可以令你長知識嘅內容，選擇可以令你喺朋友面前有嘢講嘅內容。呢個頻道就係為咗呢個目的而存在嘅。訂閱、分享、留言，我哋一齊成長。